内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南的六甲，有真侪真有特色、甲充满着故事的建筑。六甲区公所就来出版着一本《六甲建筑诗画集》，由公所退休的公务员来画图，由区长来做诗词，用艺术来行销六甲。那讲到台南市六甲区，相信有真侪乡亲拢会受到落雨伞。六甲区公所为了好更较侪人会使熟悉因区内充满特色建筑物，即马出版《六甲建筑诗画集》，由退休的公务人员负责画图。不要小看这一张画哦，它这支色铅笔，一笔一画，慢慢的把它勾勒出来，非常的一个用心呐，我们这个诗里面的一个诗是由本人来题的啦，负责画图的蔡慧景，除了感谢区长对伊的支持，伊嘛表示讲，伫画图的过程，拢会甲建筑物讲话。就在我非常挫折的当下，突然给我了一个灵感。你如果不知道，那你何不把它放大呢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所有的画作都是在电脑看着电脑每一个细节画出来了。这敢若印1000本尔，公所嘛拍算要将这册送予各地图书馆，也是艺文单位，希望讲互更较侪乡亲会使看到这本册，认捌六甲区的建筑，进一步来遮观光，介意这个所在。